因应着美国的对顶关税，立法院日前通过的轮性特别预算5450亿，本来要伫今仔日排入到行政院会议程，但是煞伫早起9点开会进前，把这个预算案提掉，因为这个内容包括着国民党在推杀的普发现金1万块，所以国民党的立委批评行政院根本是咧拖延，让这个产业来受害。那我们会做最快的评估，说我们那个特别预算或条例需不需要做一些修正？针对行政院处理破坏现金的进度，秘书长这段话有留尾尾，因为本地今仔日的行政议会要通过5450亿的特别预算，刷紧急花庭。这个礼拜他不排进院会，还要等下个礼拜。那这样的话，事实上只是拖延我们来补助、来支援好这些受创产业的进度而已。那也立委话讲，卖个拖刷。根据了解，行政院昨下晡确实无排这项议程，也毋过要我8点时，各将特别预算排入去。今日这早起9点开会进前，才个临时换掉。主要是因为美国总统川普伫台湾时间早起4点半发表关税谈会，行政院考虑到可能有变数，所以无排入议程。议程的部分的话，刚刚有提到，其实就是因为在考虑，就是对产业支持方案是不是要再做调整，已经3读了特别条例，那其他的都不会变动。听起来破坏现金这个代志真有希望，也毋过这1万块要安怎发，大家拢真关心。民进党内也有无共意见。有人认为无应该违反宪政体制加财政纪律，有人认为会当互弱势族群另外加码。行政院跟民进党的党团也都在讨论当中，预算跟行政的这个权益的部分，那行政会持续来推动。1万块对高所得家庭应该影响不大，也许可以用这个部分加码到这个中低收入户或者经济所得比较低的这个家庭。这1万块到底当时只会当入民众的落地啊，经济变现调压西股照价。Hello， 我是陈雅玲。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